Hello，大家好，我係 Jojo。嚟緊 SpaceX 就喺6月12號正式上市啦。Elon Musk 咧曾經過去咧多次表示，喺人類成功登陸火星之前啊，SpaceX 係唔應該上市嘅，因為上市公司咧追求一啲嘅財務嘅回報啦，往往咧只係看一個短期嘅盈利啊。但係咧，會同佢呢個殖民火星計劃咧有個嚴重嘅衝突啊！但係 SpaceX 最終咧都申請咗上市啦，集資額咧就750億美金，成為有史以來最高集資額嘅 IPO 啊！究竟咧有咩關鍵轉折點會令到佢咁樣做咧？第一就係因為佢哋嘅商業版圖有巨變啦，有個三大嘅業務瘋狂吸金同埋燒錢。過去 SpaceX 咧單純咧就係一間火箭嘅發射嘅業務，而家咧演變成為一個三大嘅支柱啦。第一個就係呢個叫做低軌衛星網 Starlink 啦。呢個咧暫時嚟講咧就係佢哋公司嘅超級印鈔機。2025年嘅營收咧已經衝破110億美金㗎啦。但係咧，要繼續維持覆蓋同埋升級嘅話咧，後續衛星嘅發射維護成本咧都相當之高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深空探索呢個 Starship 啦。開發呢個星艦啦，建立月球同埋火星嘅基礎建設咧，呢啲咧簡直係一個無底洞嚟㗎。所以原本一間私人公司單靠咧呢個私人市場去集資咧，係好難全面咧去填補佢哋資金嘅缺口嘅。第三樣嘢咧就係呢個人工智能呢個 XAI 啦。由2026年年初啦，馬斯克就宣布咧 XAI 包含咗呢個 Grok AI 嘅業務，而令呢個 SpaceX 全面打造太空同埋地面一個超大型 AI 數據中心啊！呢個數據中心咧需要用成22萬張嘅 NVIDIA 嘅 GPU 啊！一季咧基本上咧就已經燒咗成25億美金㗎啦。所以咧呢個咁極端資金需求嘅業務咧，佢需要一個龐大嘅資金池，所以做一個叫公開集資。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馬斯克咧之前點解咁抗拒上市咧？其實最擔心咧就係上市之後咧董事啊啲股東就會指手畫腳啦。但係咧佢有一個完美嘅解決方案咧，就係超級 A、B 股雙重股權結構。雖然咧佢攞咗大眾嘅錢啦，但係咧大家都係管唔到佢㗎，因為呢次咧上市設計之中咧，佢咧仍然掌控住 SpaceX 85%嘅呢個投票權㗎。意味着呢間上市公司上市之後咧，華爾街都干涉唔到佢決定。同埋咧第三樣嘢咧就係長期私人投資退場同埋員工激勵嘅需求啦。因為 SpaceX 咧其實做咗20年一間私人企業嚟㗎啦，早期投資嘅機構啊同埋員工咧只係攞住啲股權，但係咧始終都係只係會單純靠佢哋自己嘅一啲場外交易先可以咧攞到錢嘅啫。所以咧好多朋友問我，究竟 SpaceX 上市之後究竟係升定跌咧？我講一個數據俾大家聽啦。好多大型嘅 IPO 上市之後咧，就差唔多咧平均咧跌幅超過20至30% 嘅。IPO 嘅上市嘅時間咧，好多時就係個資金需求好大嘅時間咧就會上市嘅。呢啲咁大型嘅巨無霸上市之後咧，普遍嚟講都係下跌嘅。但係當然長遠 SpaceX 都係一間風險回報相當之高嘅公司啦。但係後續會再同大家分享㗎。如果想知多啲嘅資訊咧，可以加入我嘅群組啦。亦都留意下嚟緊未來我哋嘅課程啦。孫宇晨最近拋出重磅嘅判斷啦。虛擬 AI 咧已經過氣啦。物理 AI 先係未來3年唯一嘅核心嘅大趨勢啦。